好，请问拍乜嘅？我本头家吃条路诶，也下无啥好做，我去寻条路。今日先同拍求职登記，24年會有鐵路搶去面試哦。哦，我还會申請成日補助。好啊，係講做下就無錄取，到第15年就會完成成人認定。各位哦，我將請勞工保險局發成日給付本。咁樣你會有幾久啊？1906張頁啦。佢一份申請單哦，搶啲順項寫，係講問題隨時都得輪我哦。哦，好，安住先。可能情景劇一下，你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定音哦。此條路，解僱，求職，求職，生業，失業，給付，給付，錄取，錄取，申請單，申請單，請求，最長。接下來，我來學第位接常用到嘅句型。我先同您辦求職登記。我先幫您辦理求職登記。我先同您，我先幫您。在這句話裡，華語的幫，客語可以說同。我們一起來念一次。我先同您辦理。華語說辦理，口語上客語會說辦。華語是念不送氣的 按辦，客語念送氣的潘。提醒大家來注意一下這個字的發音哦。我們一起來念一次潘。我先同潘，我先幫您辦理。後面就可以加上任何要辦理的事情，例如我先幫您辦理保險，客語會說我先同辦保險。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。在剛才的對話中是辦理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。這裡有一個字要特別注意它的發音，就是求職的職是一個很短促的音，求職。我們一起來念一次，求職登記，求職登記。最後，我們再來練習完整的句子哦。我先同辦求職登記，我先同辦求職登記。我先幫您辦理求職登記。給一份申請單，請的順項寫。給一份申請單，請的順項寫。那麼這份申請單，請您在旁邊填寫。給一份。那麼這份申請單，申請單，請的，請您在順項旁邊下填寫。給一份申請單，請的順項寫。給一份申請單，請的順項寫。那麼這份申請單，請您在旁邊填寫。